生出来的时候就没有胃了，这个还记得，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哦生出来就没有胃了啊，然后又动手术。啊，昨天我们又再次在访视的时候再问的更清楚。答案很好。开刀等于是生完的第3，就是开刀，就大家把胃跟肠子接起来，然后可是又接那个食道，对，那个插管，后来他们又变成，又因为小孩插管插了很久一段时间，受伤了，抽出来的时候是受伤的，所以有点就那个呼吸，嘴巴凉掉了，就是等于是它的功能就有失常，就对了。然后现在的状况就是，他那时候就是我们访视的当初访视的时候是从应该算是从石门关走回来，石门关走出来。对，周围他在国大。